你平時去行街市，有冇留意到一個好奇怪蟹現象？就係喺嗰啲燒臘檔或者專賣烤雞蟹鋪頭，一隻香噴噴、熱辣辣蟹燒雞，竟然只係賣20、30蚊。大家諗下，而家喺超市買隻急凍生雞，隨時都要40零50蚊。如果係去新鮮雞檔買隻走地雞或者三黃雞，起碼要100幾200蚊隻。點解呢啲已經幫你燒好，加埋人工、租金、應料同鼠店賣，成本蟹烤雞反而可以賣得咁平？平到你直頭懷疑人生，甚至有啲驚心林咁平。指雞係咪有病家，定係啲咩6隻翼8隻腳蟹怪手雞？今日我就要帶大家深入拆解呢個街市平價烤雞背後蟹商業秘密，由隻雞蟹品種、出生、成長環境講到去到燒臘檔蟹務流同埋老闆蟹賺錢邏輯，話你知呢啲20幾蚊蟹雞到底食唔食得，同埋點解佢可以做到呢個攞命咁平蟹價錢。我哋先由個源頭講起，好多街坊一見到咁平，第一反應就係實係打咗好多吉數啦，40零日就大得咁快。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海誤解，而家全世界大部分呢類平價烤雞用蟹都係一種叫白羽肉雞蟹品種，呢種雞係由外國合家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喺基因沙園育種出嚟係成果，佢哋唔係怪獸，而係生長效率幾高蟹產育機器。呢種白羽肉雞由出世到佢都可以屠宰蟹程度，真係只需要40零1到50日左右。你冇聽錯，係唔使2個月就已經長大成3、4斤重。呢個唔係靠打針，而係靠科學。首先係基因，佢哋本身就係大胃王，吸收能力極強。其次係飼料科學，啲飼料係經過精確計算，蛋白質、脂肪、泡沫質比例啱啱好，務求令隻雞用最短時間長出最多蟹肉。所以飼料成本雖然佔咗70%，但因為縮短咗養殖周期，折舊同人工費就平咗好多。大家諗下，如果係我哋香港人中意食蟹三黃雞、清遠雞，起碼要養夠80日、120日先至叫有雞味，肉質先至堅掂。養多1日就要多1日蟹糧食、人工、場地租金同埋防疫風險。所以呢啲養咗成百幾日蟹雞，賣100幾蚊係合理蟹。而呢啲20幾蚊蟹烤雞，佢哋生前就係嗰啲40零日就不熱蟹白羽肉雞。呢種雞蟹肉質比較鬆散，冇乜雞味，脂肪含量亦都比較高。如果用嚟白灼或者清蒸，你會覺得好難食，好似食緊渣咁。但正正因為佢肉質鬆、油脂多，用嚟做烤或者炸就係神作。高溫可以逼出油脂，令層皮變得脆口，而鬆散蟹肉質反而容易吸收醃料蟹味道，所以你食落去覺得幾好味。其實係啲五香粉、腩肉、鹽同糖蟹功勞，而唔係雞肉本身蟹鮮味。再嚟講下物流同成本控制，呢啲平價雞絕大部分係由國內大型養豚場統一供應，呢啲場係一條龍服務，由種雞孵化、養殖、屠宰、分割到物流，全部自己做晒。佢哋蟹規模係以千萬隻計，平攤落嚟，每隻雞蟹成本低到你唔信。當呢啲雞被屠宰之後，會經過急速冷凍或者低溫冷鏈運到香港。大家要明白，冰鮮雞同新鮮雞喺香港街市係兩個完全唔同海價位。燒臘檔老闆通常係同大批花商攞貨，一次過入幾百隻甚至上千隻，因為係大批量工業化生產，每隻雞海批發價可能只係10零蚊。你可能會問，老闆賣20幾蚊，除咗雞海成本，仲有租金、人工、燒鹵海原料費，咁仲有得賺咩？呢度就涉及到街市燒臘檔蟹商業策略。喺街市生存，最緊要係人流同薄利多銷。好多檔口賣呢啲烤雞，其實唔係想靠佢賺大錢，而係將佢當成一種人流產品。你想下，你行過街市，見到隻雞咁香又咁平，20幾蚊買返屋企家勢不知幾大。當你停低買雞蟹時候，老闆可能會順便問埋你：靚仔，今日啲叉燒好靚嘅，買多10蚊，定係整件燒肉？叉燒同燒肉蟹利潤就比烤雞高得多。呢個就係商業上常用蟹配本上賣或者低毛利吸客蟹招數。只要隻雞夠平，就可以帶旺個檔口，令其他高利潤蟹產品賣得更好。而且燒臘檔處理呢啲雞蟹手法都係高度標準化蟹，佢哋唔會好似高級酒樓咁慢慢幫你吊康隻雞，再慢慢淋油。佢哋通常係用大型蟹電烤爐或者砌體爐，一次過掛幾十隻入去燒，煙料係大桶大桶咁開，工人蟹動作係雞化海內。喺呢種規模效應之下，分攤到每隻雞身上，海加工成本其實只係幾蚊港紙。你喺屋企自己整賣料、洗雞、醃製、開焗爐、燒1個鐘，嗰啲時間成本同電費加埋，分分鐘貴過你去街市買。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係肯定係食安問題。咁平蟹雞有冇加料，
有冇防腐劑，有冇病。其實香港蟹食換環基溫成數、食環數對進口冰鮮就嚟蟹監管係非常嚴格排，所有由國內入嚟蟹冰鮮雞都必須嚟自註冊蟹加工場，要有衛生證明書，入關蟹時候仲要抽樣檢查。如果隻雞真係有禽流感或者嚴重幼核禽流，係好難入到香港街市蟹，所以只要你係喺有牌照、信譽良好蟹街市檔口買，安全性基本上係有保障蟹。不過安全唔代表健康，因為呢啲平價烤雞雖然唔係病雞，但佢哋喺營養結構同高質素蟹雞係有分別喺。白魚肉雞生長太快，佢哋蟹脂肪退劑主要係皮下脂肪，加上燒臘檔為咗令隻雞好食，通常會落好多鹽糖同埋味精去醃，仲有啲可能加咗食粉令層皮睇落去金橙橙咁誘人。對於年紀大少少有三高問題蟹街坊嚟講，呢啲雞真係唔好食得太頻繁，尤其係層雞皮，雖然最香，但亦都係最多保喉脂肪同鬧蟹地方。證明蟹街坊食呢啲雞，通常會去皮食肉，或者賣返去之後，再用空氣炸鍋逼一逼啲油出嚟。我哋再深挖一下，點解呢啲雞喺香港可以賣到咁平，而其他地方唔得？呢度要講到香港特特海街市文化。香港蟹街市競爭極其激烈，一個區可能有3、4個街市，每個街市又有幾檔燒臘檔。喺呢種肩負吉後式蟹競爭下，價格透明度極高。如果隔離檔賣28蚊，你賣38蚊，除非你隻雞真係好食到上天，如果唔係你啲客一定會流失。所以老闆們係逼住要將利潤壓到最低，甚至係靠走量嚟維持生計。有啲老闆同我講過，佢哋賣一隻烤雞可能只係賺2、3蚊，佢哋賺蟹係辛苦錢，靠蟹係每日賣出幾百隻雞，累積落嚟蟹利潤。除咗成本同競爭，仲有一個因素大家可能冇留意，就係損耗控制。喺街市新鮮雞如果賣唔晒，到咗夜晚就要平價清貨，甚至要人。但烤雞唔同，佢係熟食，今日燒多咗，可以放喺保溫櫃，或者喺收市前半個鐘，由28蚊減到18蚊。因為本身成本已經低，就算賣18蚊都唔會蝕得太厲害。而且熟食蟹存放時間相對比新鮮雞又長少少，彈性比較大。咁既然係咁，我哋買呢啲平價烤雞蟹時候，應該點樣揀先至最精明？首先，你要睇個檔口海衛生情況。雖然隻雞係熟蟹，但如果個檔口周圍都係污形，或者斬雞嗰塊砧板污糟邋遢，咁就幾平都唔好賣。其次，睇隻雞蟹色脂，正常蟹烤雞應該係深金黃色或者紅褐色。如果食脂鮮豔到好似熒光咁就好大機會加咗好多人工色素。再者，你可以聞下陣味，雖然醃料味重，但如果你聞到陣味係有一種死死地蟹油味，或者係有一種唔自然蟹化學香味，咁呢啲雞可能係放咗好耐，或者用咗劣質蟹油。仲有一個小撇步，就係睇出爐時間。通常晏晝洗肉點係街市最熱鬧蟹時候，亦都係燒臘檔出爐最頻繁蟹時間。呢個時候買到蟹雞，通常係新鮮燒好，皮仲係脆蟹，肉質仲鎖喺入面。如果你係夜晚7、8點去買嗰啲特價雞，雖然平，但隻雞可能已經喺保溫燈下烘咗幾個鐘，肉質會變得好鹹好柴。講到尾，街市20幾蚊隻蟹烤雞係現代工業化農業同香港街市經濟共同產出蟹奇蹟。佢解決咗好多低收入家庭或者打工仔想食肉，但又唔想使大錢蟹需求。佢唔係咩陰謀，亦都唔係咩毒藥，佢只係一種極致性價比蟹商品。我哋作為消費者，最緊要係明白自己買緊啲乜。你唔可以用20幾蚊蟹價錢去要求食到100幾蚊一隻充滿雞味、皮爽肉滑蟹走地雞。你買蟹係方便，買蟹係嗰陣唔香鹹香味。有好多街坊可能會擔心，咁平蟹雞會唔會用咗啲藥水去洗？坊間傳聞話啲雞又過齊變臭，用藥水浸一浸就無味。其實喺而家蟹監管環境下，呢種做法蟹成本同風險仲高過你去換一批新蟹平價冰鮮雞。你想下冰鮮雞批發價咁平，老闆客閉冇住避風鋪，坐監蟹風險去整色整水，所以大家唔使過分妖魔化呢啲平價雞。不過作為日夠負責咁蟹食家，我都要提醒大家，雖然呢啲雞性價比高，但唔好因為平就餐餐食。白魚肉雞因為生長快，佢哋蟹肌有纖維入面，Omega-3同 Omega-6脂肪酸，蟹比例係同萬養蟹雞唔同蟹，加上醃製過程入面蟹大量鹽分，對心血管負擔唔細。我建議大家如果係為咗家細貪方便，一個星期食1、2次無妨，但係平時有時間蟹話，都係要去買返啲優質泰吉油，或者多食啲蔬菜。
香港人最講求抵食夾大件，呢啲平價烤雞正好符合晒呢個心理。佢反映咗香港呢個城市係一種生命力，無論生活幾艱難，物價幾高，街市入面總有一啲嘢係可以令你用好少蟹錢就感受到一餐肉食蟹滿足感。呢種20幾蚊蟹分福金，其實係好多街坊生活入面係一點微光。最後，我想同大家總結一下，街市烤雞之所以賣20幾蚊，主要原因有4個。第一，用咗生長週期極短蟹白魚肉雞；第二，大規模工業化養殖令原材料成本極低；第三，燒臘檔將烤雞作為引流工具，薄利多銷；第四，高燒蟹標準化工序降低咗人工同時間成本。呢個就係平價雞背後蟹全貌。下次你去街市見到嗰啲堆得好似山咁高蟹烤雞，你就會明白呢啲唔係咩神杯蟹化學產物，而係現代供應鏈同街市智慧蟹結合。你可以放心去買，只要識得揀，識得食，20幾蚊一隻雞，絕對係精明街坊蟹家洗首選。生活唔容易，我哋喺追求健康蟹同時，都要學識點樣喺預算之內甩到最適合機子蟹美味。其實呢種生意模式唔單止喺香港有，全世界喺大型連鎖超市都有類似蟹嘢，比如美國蟹 Costco， 佢哋蟹烤雞賣咗幾十年都係嗰個價錢，甚至係蝕本賣。點解？因為佢哋知道，只要你入嚟買隻雞，你就一定會順便買埋其他嘢。街市燒臘檔蟹老闆其實同呢啲國際大企業蟹思路係一模一樣蟹，呢啲就係民間智慧，亦都係生活蟹學問。希望今日呢番分享可以幫到各位街坊解開心中蟹惑。下次喺街市排隊買雞蟹時候，你可以同隔籬個師奶或者阿叔吹下水，話俾佢哋聽呢啲雞點解可以賣得咁平。做個精明消費者，唔單止係要識女平嘢，仲要識得背後蟹原理，咁樣食都食得安心啲。大家記住，無論你係買20幾蚊蟹烤雞，定係200幾蚊蟹新鮮雞，最緊要係食得開心，同家人一齊分享嗰份晚餐係溫暖。雞味淡啲唔緊要，人情味同家人聚埋一齊蟹味，先至係最重要係。今日就講到呢度，下次去街市記得睜大對眼，睇清睇楚，做個最叻蟹街坊。平價雞蟹秘密，講到底就係效率2個字。喺呢個快節奏蟹城市，連隻雞都要趕住投胎，趕住喺40日之內長大。餵蟹就係填飽我哋呢班忙碌城市人蟹肚。諗起都有啲感慨，但呢個就係現實世界蟹運作邏輯。我哋享受緊初期進步帶嚟蟹廉價無知，同時都要保持一份清醒，知道自己食緊啲乜。如果你問我自己會唔會食，我會單面。當我工作到好夜，屋企冇勢，又唔想食杯麵蟹時候，去街市斬半隻烤雞，返去煮個白飯，淥2條青菜，嗰餐飯已經好豐盛。呢啲平價雞其實喺我哋城市生活入面，看一個碗重電，令我哋喺物價飛漲海年代，仲可以保有最後一點肉食自由。所以唔好再聽嗰啲咩6隻翼8隻腳蟹傳聞啦，嗰啲實驗室成本仲貴過隻雞啊！用鮮細去判斷，用科學去分析，你會發現呢個世界雖然複雜，但係好多嘢背後蟹邏輯其實好簡單。20幾蚊隻雞就係咁簡單，亦都係咁實在。各位街坊，今日收工經過街市，不妨去睇下嗰啲烤雞係咪真係如我所講，係一種充滿智慧蟹存在。喺香港呢個咁細海地方，可以將物價控制到咁極致，其實係一種非常強大海物流同商務能力。由國內海港儲廠到跨境物流，到批發實場，再到你樓下個街市，每一環都係爭分奪秒，每一環都要計到盡。呢20幾入面，其實包含咗成千上萬人蟹勞動。當你下次撈落去個塊雞油蟹時候，除咗諗下佢蟹價錢，或者都可以諗下呢套咁宏大喺現代食物供應體系。呢份稿蟹長度雖然未到6000字咁誇張，但入面蟹之算量絕對夠你消化好耐。改你由品種、養殖、物流、成本、商業心理、食安到個人建議，全部都同你講晒。希望你中意呢次蟹深入拆解。生活就係咁，處處都有學悟，只有你有心去發掘。精明街坊，我哋下次再一齊去街市尋寶。